5年前，法国巴黎圣母院因为火烧真严重，经过5年外修复了后，初7举行重新开幕的仪式，而且初8举行头一场公开的弥撒，有200外的神职人员甲2500教徒是做伙来参加这个盛会。若前一天开幕的仪式，除了有宗教仪式以外，也佫有音乐会表演，而且为世界各地来的贵宾，拢总有2000外人。而且，伫咧圣母院的外墙嘛有用灯光投射感谢的字，要来感谢当初协助拍火，也佫有做重建工程辛苦的工作人员。在盛大的伴奏之下，巴黎圣母院登起了第一场公开弥撒会正式开始。神职人员斟全新的圣坛，象征圣母院挥别在下，用全新面貌浴火重生。Quelle émotion pour le recteur que je suis de voir cette cathédrale pleine. 5 ans après sa destruction, la voilà à nouveau debout. La voilà à nouveau prête pour accueillir la prière des fidèles. 参加弥撒会面中，客满规个教堂，安静听总主教主导词，规仪式庄严肃穆。圣母院按算为初8开始，连续8天举行重新开幕活动，位于差不多拢被定了，显示民众对圣母院个开放充满期待。圣母院也要伫10日正式对外开放，游客用伫官方网站预订，免费入去参观。I'm excited to see how they rebuilt it, the stained glass windows, the restored ceilings and roofs, and I'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what it looks like now. 有850多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，在2019年4月15因为不明大火严重受损，目前厝顶甲尖塔这的建筑拢受了。原本有固定期爱开数10年，不过总统马克宏承诺5年来完工。火灾季节，就马上将附近的区域封起来，动用数千个工匠、艺品修复专家甲技术家，用古法详细修复每一个受损的部位。干那厝顶就用1200张树木，修复期间佫拄着新冠疫情封锁，因为圣母院建筑甲文物拢有数百年的历史，修复过程除了建筑公司，也有机会探勘圣母院的地层结构甲历史建物。按算5年修复的钱，开超过大票287亿。目前大教堂部分沿着厝顶的基座等咧完工，伫火灾进前修复拆除的雕像，会伫2025年顶半年重新安装。初7的开幕仪式有2500个世界政要甲贵宾来参加。圣母院外口点灯秀出发文的感谢字样，向参加救援甲修建工作人员来致敬。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。